Pickleball 匹克球呢項新興運動近期喺香港大受歡迎，啲場地仲越嚟越難 book。呢項將網球、羽毛球、乒乓球集結於一身嘅運動，非常之適合新手去試下㗎。今次嚟到 New York 曼克頓位於麥迪遜廣場花園隔離嘅 Lifetime Pickleball 場去睇下。呢度總共有7個室內嘅匹克球場，佔地大概係33,000尺，環境咧相當之寬敞，樓底咧仲好高添。加埋健身中心嘅話咧，超過成5萬尺㗎。呢度仲有休息室同酒吧，會員費咧大概係$300零一個月啦，可以 book 場同自己友打，或者好似街場咁跟隊同人哋挑下機㗎。Pickleball 相當之適合新手，亦都係訓練手眼協調同反應嘅運動，大家得閒試下啦！中意打 Pickleball 嘅朋友咧，快啲聽埋你啲老 best 咧，一齊去試下呢項新興運動。